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详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庙。古早拜祖先的厝，咱就讲庙，像太庙、祖庙。另外拜神佛、拜神明的建筑，咱嘛讲庙。像讲拜天公的庙，咱讲天公庙；若拜妈祖的庙，咱讲是妈祖庙、妈祖经。拜土地公的庙，咱讲是土地公庙。另外，欧洲古希腊有神庙，每一座希腊神庙嘛有主要奉祀神明。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祖庙，代表讲共一个宗族的人，因奉祀祖先的庙。某人讲是家庙、祖厝、祖祠。第二个词要读做庙埕，这就是讲庙头前这个大广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因的祖庙真大、真壮观，头前还佫有一块空地啊，敢若是庙埕同款，遐尔啊混看。今仔日了解这一日庙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